三个从来闹连连，穷下糖果安乐线，欢迎大家收看今本嘅节目，我係主持人羅欣欣。傳統歌謠就得講係咧客家音樂嘅基礎。其實啦，就依度咧係從客家流行歌曲嘅創作者，佢哋為了咧客家傳統嘅歌曲呢，咧係音樂嘅元素，表現佢哋嘅創作地圖。也有啲從咧流行歌曲嘅歌詞，其實啦，一開始佢哋係對咧學習客家傳統嘅歌謠開始嘅喲。咁樣啊，就打穩佢哋對咧客家音樂嘅基礎哦。在今日節目當中呢，我哋邀請到嘅歌詞啊，都入書過咧金曲獎嘅傾聽哦。節目一開始，我哋就來邀請林展一先生帶來嘅歌曲。唐山流来雁啊叫啊，一条流来金啊，盘古就开了天啊，传到了来金啊。放眼流来天啊，又同流来情啊，富定西了海呀，一家流来情啊。客家你嘅亮亮見啊，講起就硬頸見啊，牛強了來出那次啊，見用了來心啊。你台你嘅風了有那，留下嘅滄海飛那，千秋了來辦那事啊，傳流了來見啊。頭先啊，介紹兩件呢係我哋客家創作歌謠大師林展一先生來唱嘅哦，歡迎林先生。主持人好，聽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林展一。先生，我想問你哦，其實我對應嘅印象啊，一直都係唱呢客家流行歌曲嘅，當少看到你唱山歌呢。我平常呢，出來接觸嘅就係流行歌曲，但是替拜在電視檔呢來唱那種那傳統歌曲。
其實先生你對一開始接觸了客家音樂嘅世界，其實係對了流行歌曲開始嘅吼。當時家下呢吼，民國76年家下，家參與家接觸嘅係流行歌曲。咁樣會開始從了傳統。當我從客家本色，民國78年、79年開始。都全線係用帶通唱了流行歌家下，本嘅速度一般嘅強情大家吼，客家人講唱得不大不切，客家歌樣會變到係用流行歌式嘅方式啦吼。應該就係拿哎喲啦吼呢方面嘅啦。後邊呢，我就慢慢地去接觸嚇，對呢成個方面嚇傳統嘅開始去研究。嚇，到對岸嚇，韓國東南亞咧去照顧過後，將慢慢地對咧你嘅傳統歌曲嚇來學習。咁講，你一開始從你流行歌曲嘅世界，為本鄉親講，該係幾多年前嘅事情啊？家下當時呢係民國78年創客家本色過後，80年開始嚇，用走，我也要到馬來西亞去演唱。過後呢，全身走家下就會80年家下都多嘅問題。係你從香港你就開始來研究呢客家山歌。係錯，係。係如話先生，我哋廿幾年啊，唔單止係在台灣來演唱山歌哦，韓國咧流行歌曲，你係如到哪幾隻國家去來表演？東南亞國家吼，一般都有走過啦。但是泰國嗰邊呢就走較多啦，係，多隻線吼，喺本就有去演唱吼，因為泰國地區呢對咧呢個傳統文化，韓國流行歌曲嚇，分類咧同喺工作上嚇，文化性都已經當重視嘅。咁廿幾年下來啊，先生做得讓我哋簡單嚟講一下，嘅兩篇嘅山歌有埋冇共用冇？我知道嘅吼，我經過接觸過後，感覺泰國嗰邊嘅山歌有5年切機，然後7年切機吼。呢個祖先呢，是300年前帶到來到咧東南亞，來到台灣過後吼，我感覺係呢個祖先，然後將呢泰國山歌客家嘅方面咧吼，改變到3大條，然後9強18條，非常嘅好聽。結果我感覺有一種嘅現象，就係泰國嗰邊咧5年切機到7年切機嘅，變到台灣呢一邊咧嗬，彈來彈去，就變到很多人做仔嘅幾方面咧，真感覺彈得到，因為改變過後都冇共樣。所以改變之後，嘅風貌就完全冇共樣咧。係完全冇共樣，但是近年來泰國嗰邊咩一直改變咯，從以前嘅嗰種唱腔也改進挺多，然後新嘅唱腔也應變化出來。該先生講係該偏表演嘅世界啦，係講從到我哋台灣呢片下流行嘅小調啦，係流行歌曲嘅世界，見到談到嘅心得係乜解？嗰個心得就係本來嘅感覺嗬，就講呢客家人為咗推動呢客家文化，下一代我本期去講客家話，最重要一點係乜嘅？兩個後生人講就唔會講，彈就唔會彈，所以夾個片呢用漸進式嘅方式，先本人彈一下，唔唱嘅係乜嘅，唔講嘅客家話，唱嘅係彈嘅式，過後就慢慢嚟來進步。所以就係做得對兩語言嘅東西，做得先對兩音樂開始來學習，從個世界就做得慢慢學習到個兩客家嘅本事吼。錯唔係錯，最近就係用咩叫變化動態嚇，所以嚇，喺台灣呢邊咧，所有嘅歌手也好，創作啲咩嚇，趕緊咯，變化新嘅流行歌曲，新嘅創作嘅傳統歌曲喺度變化。所以還有合接談到先生唱嘅係流行歌曲，下來呢先生係帶來係乜嘅傳統嘅歌曲？我一帶來係呢啲泰國嗰邊嗬嘅有一首歌曲嗬，台灣呢邊有改編嘅，很多熱搖錢。剛才當期待先生唱嘅小調歌曲，有咗乜嘅冇強然韓國，給我們一個新的感受哦。好。
今日你就實實來欣賞林先生帶來嘅小調歌曲《月有情》。常年呐，你呀來呐，夜有那情來喲，盤古出天呐，多已經呐。宋朝那出來有那報恩那真來喲，一盼用來呀呀盼임나。 來那夜有那情來喲，廣東吹簫話高談情啊。 談情啊，神啊有那，把有那，自來喲，高亂天下那不太平啊。 3年呐，你呀來呐，夜有。
下出口。當入原味嘅粵曲《羅山歌》係汪鳳珠先生帶來嘅。先生你好，主持人好，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汪鳳珠。先生，你唱嘅呢首《羅山歌》啊，聽起來吼，韓冇強浪嘅呢歌詞係你自家寫嘅麼？呢歌詞係我自家寫嘅。我認為寫安樣嘅歌詞，你幾時寫嘅？在啲2年前寫嘅哈。呢歌詞因為我唱出來係海陸腔。我想講，你頭擺唱嘅《羅山歌》哈，專門係詩人腔嘛。我是寫了首歌詞，特別適合海陸腔來唱出。哦，難怪我覺得聽起來嘅山歌嘅原味韓冇強浪係海陸腔來唱嘅，係海陸腔唱嘅。哦，還有啊，先生，想嚟請問你，因為啊，東南地你做得用咧客家傳統嘅歌曲，做咧客家專輯，還有拿到金曲獎哦，嚇。係，在2009年，你又得到金曲獎。從拿到金曲獎之後啊，你對咧我哋客家嘅傳統嘅音樂，今日還有乜嘅新嘅想法麼？在我拿金曲獎之後，嗬，我是想講，我有一個信念，是想講，我當希望讓你嘅山歌，嗬，唱到傳揚全世界，本所有嘅拍照出口嘅人也來欣賞你嘅客家歌曲，所以我今年又出一張嘅鳳珠姐嘅客家歌，係。專輯嘅歌曲我都有聽過，然後嘅傳統嘅感覺韓冇強浪，聽起來有下生動一點點嗬。呢一專輯咧，我特別是為到嗬，是講讓你客家嘅傳統嘅音樂，較豐富，所以講加入你嘅國樂團，所以講老記嘅音樂嗬是較活潑嘅編曲嘅方式。所以應該專輯地圖嘅山歌啊，嗬，該國樂嘅表現啊，聽起來如下豐富啲嘅嗬。係係。咁你撒下來帶來乜嘅歌曲？我撒下來帶來係彈煙花。彈煙花，下首彈到呢？呢係小調歌曲。呢係小調歌曲。做得讓你少解一下咧，彈煙花麼？講你彈煙花是彈啊，從以前你係講一隻西門人嗬，去刺彈當名牌咧。細嘅是幫人買到煙花店，當日會做嘅一個當5年而做嘅事情。所以佢就當心情當哀怨咁樣嘅嘛。咁我除了欣賞從你係彈煙花哦。好。當有故事性嘅小調歌曲哦，我哋實實來欣賞。